電影色戒成為今屆金馬獎大贏家，奪得7項嘅大獎。再由余樂明報導。色戒勇奪7項大獎，其中梁朝偉獲得最佳男主角，3度登上金馬影帝。李安色戒。導演李安就獲得最佳導演。佢上台領獎嘅時候，為未能帶領台灣嘅電影打入國際而感觸良多。可是這個心願在世界上常常沒有辦法如願，我們受到很多的委屈，我覺得受到很多的委屈，所以今天我拿到這個獎，在家裏拿這個獎，我覺得非常的安慰。湯唯色戒。片中女主角湯唯就獲得最佳新演員獎。電影色戒成為今屆金馬獎大贏家，奪得7項嘅大獎。再由余樂明報導。